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大家是否希望將自己嘅產品或者廣告喺全球最大嘅搜尋器 Google 首頁自然排位展示出嚟？喺呢個視頻，我哋教大家點可以零成本達至呢個目標。我哋先要了解一下互聯網每1分鐘嘅海量數據變化。YouTube 上傳72個小時視頻 ，Google 搜尋有200幾萬，域名增加70個，網站增加570個。郵件服務器發出2億封郵件。依家大家睇到嘅數據都係同行裏邊，係我哋嘅競爭對手裏邊產生嘅數據。我哋試一個關鍵詞 ，Totally Heat Best， 佢係熱升華行業專用嘅一個關鍵詞。佢係一個熱轉移印花機，係滾筒嘅熱轉移印花機。全球排名第1嘅係我哋其中一個關聯產品 Google Best Totally Heat Best。Google 喺下面嘅簡易搜尋帶咗我哋2個冠名排位出嚟 ，Google Best Totally Heat Best for Naya，Google Best Sublimation Heat Best。喺呢2個關聯嘅頁面裏邊帶嚟嘅數據都係海量嘅。喺同行裏邊，我哋係遙遙領先。我哋依家睇緊係一個正常嘅頁面，網頁頁面。我哋翻去視頻嘅頁面睇一下，267000嘅數據，我哋首頁轉咗8個。喺呢度帶嚟嘅所有相關嘅內容都係我哋 Google Best 嘅。喺呢個海量數據裏邊，喺同行令到我哋嘅知名度大大增加。當同行嘅朋友或者要進入呢個行業嘅朋友，佢要了解呢個印花機嘅設備，大部分嘅朋友都係睇緊由我哋提供嘅視頻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嘅排名優勢係遙遙領先。喺同行嘅對手裏邊，我哋冇一個空間可以遊到對佢，因為我哋了解到每一個消費者佢對產品嘅要求個追求，我哋好清楚。我哋要喺同行遙遙領先，我哋一定要好透徹，將我哋嘅產品，讓我哋嘅消費群可以喺好遠嘅地方，喺好近嘅距離，透過互聯網就可以睇得到。呢種 marketing 確實係我哋產品嘅唯一出路。我哋傳統嘅文字加圖片確實滿足唔到今日嘅消費者嘅要求。我哋要做佢嘅生意，我哋就要遷就佢，要透視我哋嘅產品效果、功能、操作，讓佢完完全全360度全方位去了解到我哋嘅設備。喺咁嘅情況之下，我哋做咗好大量嘅視頻工作，令到我哋喺全球排名第1。喺呢度，我哋為大家推薦一個平台，係唯一一個免費嘅視頻平台，可以進入中國市場。我哋保證，我哋承諾喺大家嘅視頻廣告播出之前，我哋絕不加插廣告干擾，讓大家嘅廣告視頻可以直接喺觀眾面前展示出嚟。同時，觀眾亦無需要下載任何應用程式就可以睇到你嘅視頻呢個廣告。呢個係我哋嘅優勢。如果大家對呢方面有任何諮詢嘅，大家即管同我哋聯繫一下。喺嚟緊嘅5月20號，我哋喺香港工業總會舉辦一場研討會，中小企如何面向全球市場，由零成本做全球視頻推廣重新出發。喺香港工業總會培訓中心，如果大家對呢個研討會有興趣嘅，大家不妨點擊呢個鏈接下載報名表報名參加。多謝大家。